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5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昨本的金兴三倍冠对今日开始邮局4大超商会当领，昨夜出现系统卡掉问题。指挥中心在今宣布讲，对10日开始2岁以下有台湾居留证的中国配偶家庭会当申请入境。台塑六轻连接而且今日透早9点外发生火灾，县政府也限制因停业，也先甲因罚500万。讲到昨本的金兴三倍冠，对今日开始邮局4大超商拢会当去领，不过邮局透早9点外所发生系统卡掉的问题，落尾也是有恢复正常。另外，便利超商的机台袂堪啊正人3钱去领，系统无法度负担，也是塌掉了。真侪民众透早就排队咧等，邮局三倍冠15开始卖。这个住伫台北网家的吴先生，特别较早起床，透早4点就来排队，顺利抢到头香，嘛真紧就领到三倍冠。上次就是口罩有问题呀，就是难买啊，我就早一点来看看有没有比较好啊，结果早一点来就可以了。有人欢喜领到三倍冠，台南麻豆煞有一个56岁细过的负人人，伊是伫咧排队的时阵血糖伤过低，头晕无爽快，腹肚受伤。边仔的警察随发现，赶紧通报，甲人送去病院治疗。领三倍冠的头一天，状况也毋单止一层，邮局并款甲流量，疑似是因为记载袂调，早起9点58分，向全国系统小度，一直到10点02分才恢复。9点来排到10点12分，当机2届啦。排队作业系统的困难，其实邮局领三倍冠要算真紧，平均一个人1分无到2分钟就领到。统计为早起8点半到下晡5点左右，全台湾的邮局拢总卖出691450份的三倍冠。速度怎么样？很快啊！今天领几个人的4个啊，1、2、3、4啊。从今天开始到7月31号，我们每天都会提早半小时开门。今天预估我们的作业能量大概会来到55000到6万。18号是全邮局都上班，所以呢，我们18号应该会来到85000到9万。同款系统出状况的，还有便利商店，包括七柑仔店、全家甲 OK 等等的便利商店，拢因为流量超崩，隶属三倍冠专区，系统一直显示流量管制当中，请等一下再搁试。有民众排队至少排20分钟才领到。很想要第一眼看到这个东西，所以就第一天就马上上，就是9点钟就马上跑来了，想要买电器，但是刚刚拿到之后想说，我再研究一下。也未领三倍冠的民众，三倍冠的官方网站有提供三倍冠即时存量的地图，提供民众查各间邮局开放的时间甲存量等等。邮局目前是以身份证号码实施分流的措施，身份证号码尾号是起的，拜1、拜3、拜5拢会当领，也若双的是拜2、拜4领，另外拜6是起的双的拢会当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要领金兴三倍冠的问题，伫咧市区也有邮局在超商，不过伫咧资源较欠缺的所在，却是无半径。经济部也协调警政署，请当地派出所来协助，互民众去派出所领三倍冠，甚至有一寡所在李干事也要提供三倍冠的服务。透早8点，花莲县万英乡西南派出所的警察布置提供民众领进行三倍冠的场地，先清点核对已经注文好要发的数量。领的时间一个到，就有民众去派出所办理。比各地的邮局排队排到落长的情形来比，民众是感觉讲去派出所领三倍冠是方便真多。不用什么7邮局那么多人这样。去派出所领进行三倍冠的地区有花莲县的万英乡、台东县金峰乡、甲屏东县西仔乡，拢总有7个派出所。因为这3个乡较偏远，离邮局甲便利商店拢真远，利用派出所来发，颠倒是较方便。而且警方还阁真认真，甲三倍冠放伫咧放穿的柜仔内底保管。不过台东县金峰乡当地民众还阁无啥了解，会当利用派出所来领，所以这届注文呢，敢若有16份。非常方便，不用跑到那个太麻里那边去。下一波预购时间是8月1号到8月7号。因为台东偏乡附近的邮局上远的是伫30公里远，即马台东邮局已经甲长滨、海端、延平、甲大仁乡直接提供由村里长或者是干事代替村民申请领三倍冠的服务。我们对清完以后，就请我们邮是送给这个乡公所的那个干事，干事他才带到那个原乡发给这些行动不便或都独居长者。台东邮局表示，15第1站
为延平乡开始服务，过来会扩展到其他的偏乡，互老大人或者是行动无方便的民众，会当更加利便来领到进行三倍券。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今仔日宣布讲，对10日开始，中国配偶2岁以下的囝儿，若准有台湾居留证的，会当申请入境。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讲，考虑到防疫加人道需求，政府决定要对幼囡仔开始开放。中国籍配偶的囝儿当时才会当返来台湾。指挥中心宣布，考虑到国内防疫流量，还有人道，从7月10日开始，包括2岁以下有台湾居留证的中国籍的囝儿会当申请入境，但是必须要配合14天的居家检疫规定。那这2岁以下，在陆委会这边，他们就为了在作业上面能够明确，所以他们就定2岁以下是指107年7月7日含以后出生的子女。那父母亲可以来陪同，我们先从2岁以下，先开始来开放。指挥中心表示，即马这个阶段防疫甲人伦要兼顾，还是无法度做甲双边好，是安怎先开放2岁以下？但是中讲，因为2岁以下囡仔户籍还未决定，但是若是有符合入境资格的其他人，买当互委托带有居留证的囡仔入境。目前还没选定，所以他是也可以来台湾就来办理，就是他选定我们台湾，他是有这样的可能的，所以会先放这个是这样的关系。我们更殷切期盼的是，年纪在这边长期在这边就学这些国小国中跟高中的这些新兴学子，能够在放宽。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这届先开放2岁以下中国籍配偶的囝儿申请入境的人数超有100多人，后续会继续观察中国疫情还有实施的状况，再来评估敢是要调整。针对开放短期商务人士入境，会当有条件申请减少居家检疫的部分，指挥中心经过评估，甲缅甸增加做低感染风险的国家，香港、澳洲是对低感染风险。调整做中低感染风险的区域，若是原本外界认为讲可能会去用除名的日本甲韩国是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婚林未了，台塑六轻塑化公司的连制二厂，15透早9点外发生火灾，可能是加轻脱硫制停有故样才会导火，火势伫中昼又压制落来，有2名员工受伤。婚林馆长张立先也限制厂房停止运作，要求台塑就要成立调查小组，3天以内就要查明真相。另外，也针对火灾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先罚500万。大火日清出来，周围也有真高的乌烟。云林大塑六轻未了厂区塑化公司连续2厂，15早起9点外发生公安意外，厂房拢是火。消防人员有真侪条水管来拍火，尾也才甲火势控制。云林消防局初步判定，连制厂发生 RDS2 单元无正常，尾也才导火烧起来。而烧起来物质是重油加氢气。现场烧起来面积大约是2000平方公尺。输油配管里面，我们整个都已经将遮断把它遮蔽掉。那原则上，目前就是这个地方整个这些重油燃烧完毕。去年4月，台塑厂区公安事故大家也会记的。这1年来，大小公安事故不断。云林县政府对台塑未了厂进行35000条公线的总体检，搁再发生意外。云林县长张立先真生气，要求下令停工，并且要求台塑3天内底交报告。云林县环保局也对火灾引发的 PM10超过标准，重罚500万块。把真正的原因跟起火的真相，3天内要呈报给云林县政府。那同时记空污法，我们还是要寄出最高罚款500万。有群民众在事故发生了后，是集合在台塑六轻门口抗议，要求要落实公安管理。有群的民众讲，六轻10年来公安事故常常发生，每一摆拢讲要改善，却是逐年拢发生，让因感觉是生活在惊吓之中。爆炸或是大火的这种景象，好像一直存在我们麦寮人的记忆当中，每隔一小阵子就会一直发生爆炸，所以其实就人心惶惶。对县府甲民众压力，台塑副总是一直系实的，不过对这摆公安事件原因也无讲真多，只是请外界唔免烦恼。大家回一个系列，因为今天这属于一个突发的 case 啊。台塑以厂区填海资料盐化造成基具开损害为理由，将做公安事故常常发生的理由。强调厂区有60多间的厂房，问题难免较多。不过，这款的讲法地方上无法接受。这种环保署环境事故小组已经进驻林务局、林务所就近监测。
云林县政府是向中央化为成立国家级灾害应变中心，共同解决大数公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汉光36号演习进入到第3天，首一代13年唔捌出现的海军舰两级潜水船，用舰雷甲目标拍落来，展现国军的实力。不过，就平面媒体报道讲，有2只中国解放军的间谍船出现伫兰屿附近，国军也随派军舰去甲反制。面对着这款的状况，国军却无愿意对外做出其他的回应。汉光36号演习第3天。海林的舰两级舰舰向北船发射 SUT 重型鱼雷，精准甲拍着沉落海，海顶随喷出真侪水甲烟，这嘛是海军舰舰13年了后，搁一届实施鱼雷实弹射击。15全台湾展开滨海决胜的项目，验证三军联合火力效能。国防部指出，这届操演是照方位作战。模拟敌军真侪兵力，为无同款的方向或者是空隙来攻击，分做近的、中的、远的3种距离。也若参演部队，包括陆军、海军甲空军等的单位。伫咧屏东九平基地外海实施实弹射击，除了标准一型的无拍到靶标掠外，爱二飞弹以斜斜的方式发射，强3飞弹以90度的方式发射，向3飞弹是伫咧多江南顶悬发射，拢有精准拍到目标，展现国军捍卫台海的能力。另外，媒体报道讲，汉光演习15早起，伫咧东南海峡进行演练的时阵，有2只中国解放军的间谍船挖进兰屿海峡，收集参数。海军派出警工级的巡逻舰过去，进行电子干扰甲监控。早起8点了后，间谍船家己自动离开。也若蔡英文总统嘛落南视察汉光演习，而且伫咧人民册普文指出，这届演习当中，后备军人头一届参与105榴弹炮射击任务。后备兵力伫咧演习当中的角色甲任务大大提升，互双臂甲后备部队做伙保卫国家，是现阶段国防事务改革的重点之一。记者综合报道。为了监察院人事权审查，那立委昨伫立法院发生冲突，国民党团在今日继续占领议场，抗议立法院动用警察权阻挡立委。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也呼吁朝野党团就要较接沟通哩。立法院14，朝野立委规个起卡动手，南野立委占领议场的主席台，透明酒伫遐。15持续反对监察院人事审查，民进党团是透早就集合党团的干部，不过并无清场的动作。早上6点钟，我有进来跟他们聊天了，他们从已经到了临界点。这2天大家更应该冷静来思考一些问题。立法院内底气氛也真歹，国民党团嘛调开记者会抗议。14立法院约入来1000外的警察保护当局。这个规模是进前拢毋捌看过，而且警察出手阻挡立委进入议场，批评讲立法院是30年了后才动用警察权。的立法院长你是怎么样动用警察权保护一个平民，阻挡立法委员接近，控诉什么立法院动用警察权乱讲一通。议事场里面，民进党也不会接受警察权进来，冲突没办法避免。你如果加入助理的话，以后没完没了。针对民进党团指控南亚立委的助理，介入委员之间的攻防，林为洲回应讲，助理可能伫咧大家杀来杀去的时阵被动介入，若是提出证据，查清楚助理确实有超过伊的本分，党团愿意承担责任。另外，立法院的冲突嘛爆发另外一个案件，民进党立委反魂，指控国民党立委陈雪生性骚扰。他就是说不反省自己，那却攻击对方的动机哈，那包含叫我最严重是叫我照镜子哈，不可避免的这个肢体冲突嘛，那这个没有办法避免啦。我说进厨房就不要怕热啊。国民党团呛讲会霸占议场到拜5，郭建明回应讲拜5一定会阁有冲突，不过伊呼吁南赢，唔通规路继续审查，朝野党团拢爱拄好，就知影爱打动啊。记者综合报道。搁在1个月就要进行高雄市长的补选啊！伫今日透早伫凤山行政中心举办候选人投号码，民进党的陈其迈是投到1号，民众党所提名的吴益政是投到2号，那国民党的李美珍是投到3号。友好的互相握手问好，高雄市长补选的3位候选人罕行的讲台。为着是要抽补选的号码，国民党的李美珍伫主席江启臣甲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的陪同之下，先到位。
但因为抽签的顺位是上尾一个，所以摕到3号。伊表示拄啊好3号会当比的手势是上高水的。选举就是一个风向，未来我们在这段期间会争取那个年轻人的认同。现在就是我们努力的地方，还有30几天的空间，我一定会利用这30几天，赶快争取年轻人来支持李眉蓁。人还未到，阮也为立赢在地的立委甲市议员已经徛好伫遐等待的是民进党的陈其迈。伊抽到1号的时阵，台下马上有人大声的喊第1名的市长，就连会场外口嘛传出噗啊声。我会努力打拼，做一个第1名的市长，好，不管在解决问题第1名，善功，施政第1名，那也会以施政满意度第1名来自我期许。甲哪里候选人拢有真侪人陪同，无共的是吴益政伊当有带助理倒来抽签，抽到2号伊马上伫台顶比出伊的手势，画出伊的竞选口号。阳光经济，高雄加薪。未来这个30天，我们会跟高雄人对话，怎么想尽办法让我们高雄人都能够薪水能够加薪然后符合我们的整个未来整个创新的城市，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原本哪日定赢伫抽号码了后，拢有车队扫街的行程，但因为今仔日高雄落大雨，陈其迈临时取消扫街，中昼改去保业里地方地来勘查。李眉蓁甲吴益政维持原本的行程，继续扫街甲拜票。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有一台计程车伫15半暝的时阵，煞甲车冲落去台中港的海里，怀疑是因为落大雨看袂清楚，才会造成意外。目前是4个人死亡，有1个人顺利逃生，详细原因也等咧调查。这个计程车经过台中港北池信号台的时阵，先是往倒弯，但是倒弯了后，伫无打东岸的状况之下，就往海边开。最后是90度落落海的，车内一名细里的乘客拍爆窗啊，家己收起来报案。警消伫凌晨3点40分左右找到这台车。加上这些搜救又有一些困难性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有1个人生还，那其他的都是在海底捞起来了。车内包括司机在内有3个人死亡，另外一名家己收出来的乘客。最后伫码头附近去找到伊的尸体，这个意外总共造成了4个人死亡。死亡的死者家属赶到现场，伊讲第2只到台中港工作无偌久，放假进前甲同事出外来食饭，无想到拄到死亡的事件，希望会用紧的来厘清真相。他们也没什么喝，所以可能是搭到这一部车子的关系，真的是要有标示。可是这样子一看，好像什么也没有。所以你说车子从外来的车子进来，当然会看不到，视线当然会有所影响。警方为监视器画面来研判，这个车应该是伫凌晨0点05分的时阵落落海的。当时台中港区落大雨，无排除是看无清楚，零件都无好。负责港区管理的台中港务分公司表示，计程车司机甲船员应该拢对环境非常的了解，无环境安全管理的问题。有进出港区对港区的状况会相对来讲是了解熟悉，光线也没问题，灯都有亮着的。在这种情形，我们认为环境的管理因素是不大啦。4名落落海的死者分别是41岁姓谢的司机、52岁姓黄的男子、71岁姓柯的男子，还有65岁姓杨的男子。计程车面顶的乘客拢是离岸风机安全维护人员，趁着工作空房厝外做伙食饭，却拄到这个不幸。相关的事故原因，台中港的警消还在厘清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网络名人甲台北市政府捷运局税处，说因为厝内面用来摒扫的吸尘器熊熊爆炸，才发现讲规栋大楼爱用的灭火器竟然藏伫地下1楼。捷运局也驳回讲，是因为管委会甲建商无做好公共设施的点交，目前也要求因着爱来改善。熊熊一声爆炸声，互厝内的人惊甲叽叽叫，原来是吸尘器爆炸也导火。这事件发生在网络有名的人肾结石走厝内底，住伫20楼的伊赶紧找大楼内底灭火器，一路一直追，一直到地下1楼才找到。可以讲实在是震撼的教育。离的厝头家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讲，因为管委会甲建商无完成公共设施点交，已经要求改善。已经第2届了，但是它跟建商之间的公共设施的点移交还没有完成，所以导致这个目前有一个空窗期。那这个对我们，我以捷运局的立场，我跟陈主任一样是受害者。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对外来做一个推责的一个说法。
实际来到现场也是无多入去内底了解，议员也向挡在门口。抱歉，这边是我们社区的界限，非常清楚。我们除了无奈之外，在这边被当二等公民看待，因为只要任何问题，管委会就会说去跟你的房东、检验局反映。老先是真生气，随摆向管委会甲疾运局反映，拢无得到相对回应。另外，又讲有住户质疑，真侪支灭火器放伫地下室停车场，拍开消防栓内底却是空的，连停车场的天棚拢滴出水条，批评管委会拢无咧做代志。很多住户来反映啊，但是很多事情说是我检验局的事情，还是管委会的事情，有时候搞不清楚哦。泸州连开梯，希望城市总计1033户，在2017年交处了后，台北市政府分到500万户提供出租。这阵社区管理出现公安的问题，在管委会22室厝内底占有10室的台北市捷运工程局讲，管委会已经换人在做，希望管理制度能正常化。不过住户因希望讲因的居住权益能被重视。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一好配一摆，绝无两好来相排。伫嘉义水上的宽树村、瑞溪村、甲柳乡村这附近，当地居民也反映讲，手机仔的基地台会影响到因的健康。这甲业者讲爱拆掉，业者拆掉了后，却造成居民的手机仔无信号。电信业者也伫找新地点，所以也引起当地居民的抗议。关洛龙的基地台就踩伫个人家厝的边啊，互居民烦恼健康会受到威胁。嘉义县水上乡宽树村、甲内溪村的住户，13暗时做伙去地主因兜边啊抗议。为着咱的健康啊，大家拢感觉无好，出来抗议的，我了解。大部分的居民是反对基地台，不过若无基地台，手机也嘛无信号，要起也是要拆，这居民嘛是头壳摸咧烧。只要进去屋子里面，一进去就会连一格都没有，就没有办法联系啊，就变成说，如果真的很紧急的话，他们可能就必须一定要打家用电话。嘉义水上乡宽树村原本的基地台，因为附近住户几啊届抗议了后，原本的地主去年决定无要搁继续拍契约，今年6月份嘛甲相关的设备拢拆掉，所以目前住伫个宽树村、内溪村、甲柳乡村部分的村民，手机啊除了无网络以外，若想要有一丝信号，还搁要走去户外。因为安尼，部分的居民受到方法，伫咧宽树村甲内溪村交接的所在，找到一个新的会当起基地台的所在。不过，这块地附近100公尺，阁有16户人家厝。我的需求是足简单啦，伊要甲我租，唔甲我租，我不插啦。以后找到较适合的地点，我嘛实在是找种较理想的所在，莫为了流浪的所在。宽树村村长讲，会阁甲双方协调，嘛表示因为当地是大人较济，并无使用网络的需求，毋过煞影响到有需要的人，互因会面临到明明有手机啊，煞无网络功能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美国总统 Trump 的查某孙仔则是接受节目访问，伊表示讲 Trump 完全无适合做总统。Trump 本人是伫白宫的花园召开记者会，批评伊的对手拜登。拜登也批评 Trump 防疫无才调，要求 Trump 就要好好做代志。美国总统川普的查某孙玛丽最近出版新册来表家族内部的消息，这是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早安美国的节目专访，报出进前官方卫星放出一段内容。玛丽讲川普完全无适合做总统。He is utterly incapable of leading this country, and it's dangerous to allow him to do so. Based on what you see now or what you saw then? Based on what I've seen my entire adult life. 但是媒体主角川普则是伫咧白宫玫瑰花园召开记者会，头起先行宣布甲中国香港有关系的代志，所落来话题改变，主题变做考试竞选对手民主党准候选人拜登，向变做批评大会。He opposed my very strict travel ban on Chinese nationals to stop the spread of the China virus. He was totally against it. Xenophobic, he called me. Xenophobic. A month later, he admitted I was right. 叫现场的记者问讲，敢是伫咧选战当中气势较歹的，川普电都是真有信心。No, I don't. I think we have really good poll numbers. They're not suppression polls; they're real polls. 若是民主党准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是注重川普处理疫情不好的部分开始反击。Mr. President, please listen to your public health experts instead of denigrating them. Do your job, Mr. President.
另外一方面，川普政府初六宣布，若是教学机构因为疫情采用专线顶的教学，外籍学生袂当踮伫咧美国。哈佛甲麻省理工学院设备要向波士顿联邦法院来提告，毋过落尾政府的政策改变，暂时已经决定撤销这项命令，这嘛互留伫美国的外籍留学生会当放心。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亚洲的疫情。日本因为黄山河塘咧做大水，到达也已经有76人死亡，13人失踪。另外，伫咧印度的阿萨姆省也因为落大雨，爆发崩起，上无有77个人死亡。另外，伫印尼孟加拉加尼泊尔也因为山内做大水，也害死真侪人。两层楼厝的徛家都伫路边，轿车嘛互地价变形。日本即个讲，因为黄山河方面滴流一直落大雨，互广岛山区发生土石流，居民互活台死亡。当地市长佮开记者会解释咧。韓国の発令が本来発令すべき時間にできなかったというのは、大変残念に思います。这个做大水是因为真侪河川泛滥，或超过70人死亡。日本中国地区上大的河川江之川，因为集中降雨造成水头汇集水量，做伙流到水尾，才会泛滥。高基辅的飞陀川因为水尾的河道真矮，造成汇水效应，和居民未赴逃走。对了，日本、印度的阿萨姆甲比哈尔因为大雨做大水，当地布拉马普特拉河冲派爆发，淹水将近1层楼悬。超过200万人失去家园，至少有77个人死亡。পানীৰো সুত বৈছে এফালে আৰু পানী একদম সব পানীৰ তলত এই চৰত যিবিলাক মানুহ আছে সব নায়ে মানুহ ঘৰ চৰ সব পানী উঠাই লৈ গ'ল。同款伫布拉马普特拉河边啊，孟加拉嘛因为淹水，超过100万的居民离开家园避难，有将近17000人因此感染到新冠病毒。伫印尼的南苏拉威西省13发生山洪爆发，当时阵有3条河川泛滥，甲9万间的徛家淹了。至少有16个人死亡，23个人失踪。那是尼泊尔，因为到11为止，当地嘛是一直落雨，引发土石崩落来，甲做大水，超过40人死亡，更有9万人失去家园。当局除了紧急安大灾民，嘛发放生活物资，互居民会当暂时过日。记者连上整理报道。7月14是法国的国庆日，不过因的医护人员所伫咧共工发动抗议，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另外，以色列疫情又严重严重，民众也发动抗争，要求因的总理纳坦雅胡落台。7月14，法国国庆阅兵缩小规模，往年拢伫乡下大道，今年改伫协和广场举行庆祝活动，甲焦点放伫咧甲全国医护人员等等的防疫工作者致意。总统马克宏俄罗讲，因为因的付出，保障全国大众的健康，政府加发予每一个人1500块欧元的奖金，嘛甲工会达成协议，下拨80亿的欧元加薪水。不过，这个肯定是来了伤慢。国庆日迄天，大批的医护人员甲支持者伫巴黎市区巴士底大埕，因为长期无受到重视的进行游行抗议。On a été entendu un peu trop tard. Là, le gouvernement a fait plein de choses parce que le Covid est arrivé. Mais en fait, voilà, ça fait des années que c'est comme ça à l'hôpital. 要算和平的抗争活动，上尾时嘛出现小规模的冲突，警方用催泪瓦斯驱离民众。镜头来看以色列，因为不满政府防疫效果真歹，几啊千的示威者14伫总理纳坦雅胡伫咧耶路撒冷的厝头前示威，叫伊落台。以色列解禁了后，较近的病例数日头增加。纳坦雅胡顶礼拜，搁一届的防疫限制法案，甲酒吧、夜店等等的企业关起来。另外，政府纾困措施是真咬舌。抗议的人批评纳坦雅胡讲，因为伊派乌西、早起甲背信等等的官司，小贪伊个无能，才会互国家拄着危机。也若伫白俄罗斯，嘛有几啊百人行去街路。抗议选举委员会14以洗钱的案件甲技术的问题，判决两个在野党的人士登记做总统的候选人，互执政26年的现任总统卢卡申科8月初9的大选罢免写选调。另外，警方大动作甲带头示威的人掠走，也若边仔的民众是用拍扑架的方式，用声音来表达因的不满。白俄罗斯封号做欧洲上尾一个独裁的国家，卢卡申科为1990年独立了后，就一直掌权。今年人民对经济、人权甲疫情的不满明显加悬，当局小连续甲几啊百个人掠走，显示政府想要压制反政府的声音。也若有想要参加这届总统大选的对手，毋是互掠走，就是当咧互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香港的民主派伫顶礼拜进行初选，本土抗争派是占较赢面。不过，香港政府甲中联港澳办正式拢讲，民主派初选违反香港国安法。香港民主党副主席罗健熙因为日前有违反集会规定，真也强抓起来了。罗健熙也批评香港政府讲是咧制作白色恐怖。香港民主党副主席罗健熙15早起6点半去警方提搜查连去引导掠人，讲伊涉嫌伫咧去年11月18伫咧理大外口参加非法集会，需要以5000块的香港钱来交保。罗健熙伫咧个人面册表示，香港政府以国安法制作白色恐怖，互人来禁声，呼吁大家毋通受过惊吓，家己会正常来做工课。另外，向指控伫咧去年8月份非法一家以传媒创办人李志英、工会联盟秘书长李德仁等人，15嘛各一届出庭。香港人絕對有行使憲法嘅權利，各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俾我哋嘅集會權，警方嘅禁制集會係違憲。香港民主派初選頂禮拜結束，有超過60萬的香港民眾來投票創紀錄，讓民主派增加真濟信心。但是香港政府中聯辦甲港澳辦出面指控初選違反港版國安法。針對這個代誌，協調初選的前立法會議員歐樂軒15宣布會退出初選的工作。伊講家己承擔的已經超過緊繃，卻係用所有嘅方式打壓，卻係要用最重嘅國安法嚟到去威脅指控咧。我覺得係社會再冇一個多元嘅空間。咁多嘅香港人係民意授權俾我哋，16位抗爭派嘅民主派初選候選人喺度召開記者會，就係表明喺惡法壓境之下，我哋除咗係繼續堅定一致反對國安法之外，我哋亦都係有意同其他初選出線嘅傳統泛民嘅當選人係作討論，係去探討未來進行聯合宣傳嘅可能。包括黃之鋒在內嘅真濟抗爭派，伫咧初選當中嘅投票數，攏比傳統嘅民主派更較濟，加做多數嘅民意。抗爭派嘛，因為安尼來召開記者會宣布，要找找各區初選勝選人來合作，來爭取23席做目標，找看較有合作嘅可能性。不過學者指出，香港政府可能會大量DQ抗爭派參選人，或者是要舉辦9月份嘅立法會選舉。針對這個代誌，黃之鋒表示，伊唔驚，希望各會當集合抗爭的力量，甲其他參選人做伙上街路來對抗強權。記者綜合報道。在咧台灣時間今日透早，美國總統 Trump 喺白宮召開記者會，宣布家己已經簽署香港自治法甲一項行政命令，取消香港的優惠待遇，目的就是要反制中國通過香港國安法。中國的外交部也無咧落軟，也隨發表聲明，講要制裁相關的美方政權。Today I signed legislation and an executive order to hold China accountable for its oppressive actions agains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美國總統川普14日下晡喺白宮開記者會，宣布重大消息，反制北京當局強制通過港版國安法，其中包括簽署7月7日國會兩院2天內真緊通過香港自治法。同時，川普個增加簽署取消香港優惠待遇嘅行政命令。Hong Kong will now be treated the same as mainland China. No special privileges, no special economic treatment, and no export of sensitive technologies. 川普大動作會叫北京當局，高算有1300間喺香港投資嘅美國企業會受到影響。美國媒體指標《紐約時報》決定將香港駐點1/3嘅員工轉移到南韓首爾。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批評，川普記者會頂懸凊彩宣布制裁中國，隨其真緊轉移話題到總統大選。中國外交部進前就講香港自治法案是廢紙，15日早也馬上發表聲明，指控美國初步干涉內政，也要以制裁美方政權來回應。記者綜合報道。美國的道瓊指數起556點，刺激到台股，在今日盤中上懸達到12320點，是這30年來上界懸的。不過落尾也隨落來6點，落尾是收佇12202點。台股佇今日早盤捌起111點，來到12320點，破30年來上界懸的紀錄。不過落尾也隨落來，國安基金在今日的會議也認為講，國際疫情也未穩定，疫苗也未開發成功，以及全世界經濟可能會衰退，也決議要繼續護盤。
讲到振兴三倍观网站，伫咧申请的时阵，有甲市长者的需求包含在内。不过，其他政府部门的优待券却是拢无这款的服务，等于是甲无方便的人排队在挂。月、日验证码就没办法进去了。是咧障碍语音系统报公车拍验证号码，毋过问题却是无报验证号码的语音，是咧障碍朋友根本就无法度用，敢若会当调伫咧申请的职业，而且这是为好报进行管弱势资格线顶查的网页。《视障权益保障法》第52条之2，它本来就有规定说，政府应该设1级的无障碍的一个操作空间，但是在这个方面，就是那个卫福部的申请系统，包括农友券的申请系统里面，它是并没有所谓的无障碍平台的部分。身心障碍联盟点名几下的无语音验证号码的服务，视力障碍者无法度使用政府加业券的网站，包括文化部的艺放券、农委会的农游券，还有体育署的动子券，还有卫福部的振兴券弱势资格查询的网页。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请那个资讯的厂商在最短的时间内呢，我们会来做一个语音的录制放置在那样一个网页上，让视障的朋友也可以来使用。那个系统关闭跟作业检修的这个时间预定是7点左右。若是艺放券的部分，文化部表示，预计第2波会针对65岁以上的老大人、18岁以下未成年人，还有弱势族群，提供专本甲所谓的服务。视力障碍朋友会当伫咧第2波开放的时阵来申请。但是政府要加强，所无顾到特定族群使用的方便性，嘛包括身心障碍团体要出来发声。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咱今仔日的新闻专题。台湾的猪自细只就腌过啊，所以就无限味，伫国际市场顶头真有竞争力。不过用进口的饲料成本有较悬，猪肉1公斤的价销也比欧美国家贵30-40块。就业者建议讲，台湾的猪肉市场爱做分级，也爱做品牌，用好的肉品拍开国际市场。是昨暝6点倒载，到下早7点才来开始做分车。猪肉中心的温度拢符合咱这个HACCP 的这个标准。今日来这间猪肉食品加工厂，送来这，大家要分切的猪就超过1000只。厂房内底中心温度控制伫咧摄氏5度，室内维持伫咧15度，就是要确保猪肉对屠宰、分切、冷藏到上市，大肠拐捆无超标，有达到食品安全认证标准。台湾的猪肉食起来无一个馅，脆味好，其实和咱的养殖技术和方式有关系。咱的养殖场和欧美国家真无共款，毋但较清气、较通风，而且台湾的猪工伫咧做猪仔囝时就过腌，所以食起来拢无一个臭馅味。因为欧美的气候真低，拢爱蜜蜂式的饲猪，是迄个环境的问题。你排泄物放落去，伊伫咧空中会发酵，有这个阿莫尼亚，有迄氨氮，所以猪仔对鼻孔吸入去。对气部咧，对血液流通，所以这个欧美食的猪肉就靠这个超低膻味，所以咱的这个猪肉出去应该非常的有这个竞争力。为着要拓展外销市场，有食品公司已经上准亚洲各国销一寡猪肉的特定部位，亲像要甲猪仔的鼻仔骨销去新加坡，腹内销去越南，猪皮销去菲律宾，猪肉销去香港和澳门。一年若准讲以100万只猪来算，销出去的年产值就使超过100亿。不过台湾的猪因为养殖的成本真悬，外销的价销平均1公斤的青肉比欧美国家贵30块到40块，所以台湾猪若要出头天，一定爱建立家己的品牌。这边咱爱请甲吼，互世界拢认同嘛吼。咱过来是讲爱无药物的残留，咱的迄养殖的技术吼比外国较好。哦，所以咱会拍迄个台湾的猪肉吼，用 MIT 日本将来若讲要咱买一寡加工肉好啦，吼，用饲肉好，咱有哪屠宰这部分，然后爱有符合这个 HACCP 这个标准吼。伊甲要来购买啦吼。政府要从旁协助咱这饲猪农，讲比如讲即摆伊咱国际规格是要爱什么规格的肉，辅助咱这猪农讲你的肉猪质嘛好，营养嘛好，配方嘛好，咱这要怎去改善去调整。
少年智龙认为，台湾要开放国际声望，除了爱建立多体的分级制度，也爱打造猪肉国家队。因希望政府无搁再只是用补助金提升养殖设备，也爱建立奖励的机制，通好刺激猪农提升养殖技术。同一个时阵，也爱整合相关的产业，才法度真正互台湾猪销去全世界。记者暗暝金林辉田淡薄罗中国水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今年的金曲奖对6月延到60月举行。今仔日下晡也公布入围名单，其中原住民歌手阿宝入围8项奖项，成绩真野棒。也那今年的特别贡献奖是由台湾歌王黄瑞峰得到。台湾所有歌谣加电子音乐相拄，超过一般民众对着原民音乐也是电子音乐舞曲的印象，恰恰是完全无同的感受。歌手阿宝的专辑作品《老母的喙齿》在第31届金曲奖入围8奖项。非常厉害的制作，让它变成是一个聆听广度非常广的专辑。就是即使你完全不懂这些语言在表达的故事是什么，你一样会被这个音乐打动。所以它在各个技术项目上面都会得到很高的分数。除了阿宝以外，魏如萱、柯德佩、丁祖琪这人的入围奖项也入伫后壁表现真好。历来真受关心注意的歌王歌后奖项方面，最佳国语男歌手有周华健、张震岳、吴青峰等6人入围，女歌手是王若琳、梁静茹加丁祖琪这6人竞争拢真激烈。国语女歌手永远都竞争非常激烈，所以今年的遗珠，你看我们也增加了入围的额度，心目中真的还有一串。今年的客语跟台语实在太精彩，所以他们在今年所有的入围技术的入围名单里面，都跟国语几乎在平行位置，一较长短。这几年金曲奖的报名量真的都非常的大，这次总共有231家公司，然后有1346张专辑跟 EP 呢，总共19461件作品。而这届特别贡献奖是由有台湾歌王之称的黄瑞峰得到。往年金曲奖拢是在4月公布入围名单，6月颁奖。不过今年因为疫情，所以延期举行。地点也对台北小巨蛋刷到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什么人会使得到各大奖项的肯定，10月初3就知影咯。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今年指控违规的状况，大考中心在今日进行讨论，拢总有200人违反规则，其中有98件是考生无查证件，照规定无查证件迄科爱考2分。基本上就是还是未带应试有效证件的这一个部分，答案卷上面做任何与答案无关的文字或是符号，扣该科成绩2分。大考中心表示，有考生伫试卷顶头胡乱做，甚至是写字，这寡行为拢算违反规定，也爱扣分。另外，第2节是宣布考试了后，有的人手机伫咧亮，或者是将手机载在身躯边，也有人是宣布考试停止了后，继续伫咧写试卷。新德县私立大华科技大学2年前由闽实集团入去换头，在今年4月向教育部申请改名通过。今日也宣布讲，对8月的新学年开始改名做闽实科技大学。本地10个科系只保留餐饮管理系，另外佫成立智慧制造工程系，以及着智慧车辆与能源系，用入学等于是出社会来成学生。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主修室内设计3年，5月中3届下旬因为疫情返来台湾，考虑美国疫情，学校国立警察杀害黑人弗洛伊德地点真君，决定转学返来台湾，甲厝内底人讨论了后，选读闽实科技大学的智慧制造工程系。主张的是智慧制造跟智慧车辆，这2个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我相信就是选这个学校它是新的，它是一个机会。要自头开始，闽实也毋是有名的大学，伊坦白讲有一寡潮途，不过伊感觉讲学校由全球8大汽车零组件供应商闽实集团主导，强调学用无什么差别，大家试看卖。校长张万芬讲，对于大华科大改名闽实科大，原本10个系敢若保留餐饮管理，另外成立2个系，以培养人工智慧领域自驾车人才为目标。新学生接入学就闽实的员工偏好。入学就就业，就是说所有的课程跟教学都是要跟这个一致。那将来呢，他们也要到集团去做见习、实习，跟未来的就业的准备。
我们到现在为止，其实找起来还是非常困难。所以我觉得延伸到从大一开始就来培养，就是正确的这样的一些价值观了、工作的这些态度了，应该是很好的事情。改行细经实在路线，3个系各自修41名学生。董事会希望这种囡仔生少的冲击之下，能找到永续经营之道。离学校因为转型停少的9个系，也有在学的旧的学生，学校讲一定会让因读到毕业。记者综合报道。已经有争议真侪年的中科3期开发案，2010年宽屏红撤销了后，落尾阁重新做宽屏也通过啊。不过台中后里的农民也表示讲，当初的宽屏书有写讲爱先予田用水，才予园区用。不过这个条件根本就是共变，若到寒天就无水通好用，一寡农民也决定要阁再来提过。农民对后里早马铃薯必学会甲稻仔指控自从中考3期用完了后，寒天根本就无水通用。花龙陈庆全指出，瓜人是花产地上悬的季节，啊，不过却无水通用，嘛无人赔偿给因。冬天我们几乎是没有水可以用啊，所以我们的花卉或者其他的农作物在冬天就不能生存。啊，若是种稻仔柯金水是指出，宽屏书顶管明明写讲，先满足原本田里灌溉需求，再个供应予园区的需求，但是事实根本毋是安尼。拢直直甲阮骗到即摆已经骗10几年啊！啊，就是政府拢咧看财团，无咧看这个农民。农民环保团体甲律师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要搁一届提起行政诉讼。10年前，中考3期宽屏去法院撤销，变做宽屏诉讼的头一个，后手搁来做宽屏，进行2阶段，而且审查通过。除了水资源分配问题，律师嘛提出宽屏爱定做，针对危害性的化学物质排放的遗构嘛有真大的问题。友达是进驻70%，剩下30%的面积还没出租，并没有针对这30%的部分去推估说以后哪些厂商进驻会产生哪些风险，这30%的部分漏未评估。啊，不过中科管理局强调讲，轮流灌溉是原本就有的制度，绝对无抢水，而且这些园区的用水量是比宽屏协定的量更较低。我目前只用1天1万吨左右的水，所以我们根本也没有启动去调水。基金园区的用水量其实距离每天25000吨还有相当远的这个距离。另外，中科嘛规划未来若是有新的厂商入来，会做新的健康风险的评估，通过审查了后才会验证。啊，若是去用指控低价的物质评估有漏交的所在，中科是强调讲是以相对客观而且真严格的方法来做，才有这个健康风险的结论。记者综合报道。在咧花莲有一个真出名的历史建筑，叫做双园别馆。在咧内面也设计一寡大型的通拓装置艺术，不过这几天却去互破坏，也看了真痛心。花莲市的双园别馆行至百年老树步道园区内底中，发现真侪大型的通拓装置艺术被破坏，亲像这只火金菇的卡接片，泡面被刮开，连内底钢架拢流出来。你看到它的切面其实是很直的，并不会是外面的野狗啊什么咬的感觉。这是很恶劣的。恶劣啊！我们要学习爱护。双园别馆是花莲有名历史园区，因为大量百年老橡的树，生态丰富，官方特别伫去年设花金菇，独家选这大型装置艺术，和民众省视自然环境的重要，是未到不到1年就被破坏。这样子的东西，它其实是无价的，并不是用金钱来去看待说它到底是多少万、多少10万的问题，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对这些生态、对这些物件，大家有那个公德心的。馆长目前已经向本所报案，本所正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进行调查中。园区边仔用野树仔所搭的围篱也被故意破坏，未少树枝被拗断去，怀疑是停车所造成。除了报警以外，也会增加保全巡查。不过，害去的装置艺术要复原，恐惊真困难。记者综合报道。二是随身宝，在是国家丁，受到疫情影响，去图书馆的人也变真少。即阵就有文化基金会甲货车改造行动图书馆，摆1200本的囡仔册，塞到分林白寮去展示，也互因无分都市，也无分他乡外里，拢会当享受到读册趣味。白色大货车的后道一天开，超过1200本的囡仔册，摆甲有够整齐。诚品文化艺术基金会特别打造这台行动阅读车，前一阵仔才去好买的婚林记忆库和大溪海口故事厝，即阵是头摆去到白寮乡，桥头角色的阅读之工是经一本册，带兴要听故事的囡仔兄囡仔姐进入阅读的世界。这
这里的书物呢，它有包含亲子的，然后绘本类的，然后也有青少年读物。那我们也会备酒精来消毒我们的手。啊，就是要哭叫不要放进水沟里面哦。跍伫咧涂骹，捡树枝、捡叶啊，搭伫咧抓棒顶头。囡仔学做艺术家，甲拄则听到的故事，家己上介感动的部分，用花草搭做一幅图，大家是拢感觉真心实。我们做的是谁躲在草丛里，做哆啦 A 梦，我做的是大象跟那个鸟。一直以来都在桥头国小当越读越快乐的志工，就是家长们有机会的话，多让孩子去阅读。我相信阅读是他们的知识宝库。就算讲伫咧抵挡疫情的这段时间，大家较罕得去图书馆，不过这台行动的图书车，甲阅读的快乐刷起室外，互人享受照日头光看册，有风做伴，用过可能唔捌有的快乐。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的那边，有一位80岁书法老师周碧仁老师，伫咧关怀据点教老大人写毛笔字，这款时代也学甲真认真。看书法家当咧指导时代写字，详细甲看，毋但学生，连上课的老师嘛是长辈。屏东那边的仁和村长罗丽美，为着要互社区内底的长辈捌字，顺续培养兴趣。特别请高龄的书法家来教阿公阿嬷学写字。会当来迄个，互因加减啊捌歌语啊，而且书法哈，也当迄个调整他们的心情。觉得他们学的怎么样？还不错呢，他们哈都是60岁以上呢，有的没有读过小学的没有，从来也没有拿过毛笔去写字，他们写得很快，啊，都很快乐。周老师强调。家己来遮教课真欢喜，佮讲即寡老学生，有个人虽讲无读过册，毋过学习的能力真强，学了真紧，佮袂面单。啊，你有认真学无？有，即摆在写较水啊，因在写真歹。有些人要读册啊。啊，你认真有认真无？有够认真，逐工来。村长讲，互高龄的老师来教时代学写字，因较会认真，而且学写字佮会使训练老大人的手，大家互相讨论，同齐学习。嘛，互生活变甲更较趣味。未来社区嘛会办更较侪互老大人上的课程，都是在地脑化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歌戏界，互人叫鸟子的歌戏演员王金英，自6岁就上台演出，若唱念好，做话戏的功夫也是真赞。王金英伫2013年成立一个团体，号做万男师，希望会当保存甲歌戏相关的点点滴滴，也传承歌戏的唱念。爱情亲像咸酸甜，绑着你就规手黏贴贴。你若无较紧甲洗互清气，到尾啊你就会固固定。趣味佮有意思的四句联，其实充满真侪生活智慧甲文化内涵。以身奉献互歌戏演出的王金英老师，发觉到这几年来早期念唱的传统渐渐失传，所以嘛想办法要来保存珍贵的歌戏文化。这个传统的物件。讲创新不脱离传统，传统不脱离社会。这个传统的物件，你若甲这个社会来脱节，就袂引起共鸣。你要用安怎来讲，人较会记的，用戏剧的，用生活化，用煮饭也用来讲四句联。万男师成员之一的吴玉晶，原本对歌戏只停留伫野台戏的印象，实际接触才了解歌戏的优美。但是若要推广歌戏，就爱先听有台语。一开始是想讲，歌戏少年人连台语拢听无啊，是要安怎听歌戏？所以就开始做一寡跟歌戏有关系的台语的影片，爱互大家安尼看。是台语为主，啊，毋过有掺一寡歌戏的元素入去，安尼豆豆合大家熟悉安尼。负责影片制作伊嘛为生活中找题材，互大家会当看到古早时代的生活智慧。其实真侪是王老师伊家己，因平常时看阮开讲，就是讲啊，我迄时阵伫戏台、伫戏班的时阵，会像有一个三景的影片上新的，就是伊看迄个小米老师因两个开讲，啊，小米老师讲，我晓做迄三景的，佮会春秋的外交的，我就感觉真趣味，就开始翕安尼。趣味的影音内容、丰富的歌册收藏，拢是希望民众会当了解旧时代生活的台湾风俗，嘛毋忘将这寡属于台湾珍贵的文化资产代代相传。记者杨淑晴、张若水台北采访报道。
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32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30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9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31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30度到34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在今日时间咱再会。大江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江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头家啦。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的词，就是咱做工课定定会用到的家私。家私汉字写作家私，罗马字写作家私意思，家甲私拢是第一条。在生活中，咱会用到真侪家私，亲像做工的时、修理物件的时、烧拍的时。喂，唔通烧拍啦！只要是用得到的，咱拢会当讲是家私。较细项的会讲家私头啊。喂，你好。哦，恁讲恁兜有一款物件歹去啊？好啦。师傅念有炸家私过来修理哈。我头家啦，请问恁兜有啥物物件要修理啊？亲像这台电风的挂落去，就要用罗赖吧，甲锁好安，较袂冷去。若像这块茶椅啊，酷显，我就会用片子甲钉啊背起来，用钢推啊钉新的钉啊。安尼椅仔才会用。我们若是头家，嘛是一个电器的医生，处理电器问题时，定定要用电线，为着无法互伊烧拍电，我拢会用电火布，甲接线的所在甜好势，较袂危险。另外，甲大家介绍我上常用的家私，就是文公尺。这种尺若会当好春秋，阁有真侪特别的刻度，会当算出好吉条的寸尺。为着要提供乡亲阁较齐全的服务，做头家我开动笔，下一寡接饭的家私，亲像这支电钻啊，咱即马就来钻看卖。来，你过来。这就是人讲吼，无内在，阁嫌家私歹。明明是家己无才调，煞来嫌家私无够好。溜家私头啊，罗赖吧，片子、钢推啊，电火布、文公尺、电钻啊，无内在，阁嫌家私歹。
那需要头家服务的所在，一通电话加死摕咧，我随到。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